其餘嘅都係加密貨幣代幣 tokens。同加密貨幣 coins 唔同，加密貨幣代幣 tokens 好容易整，通常幾分鐘就可以搞掂，幾乎唔使咁努力，所以先會有成萬幾隻代幣出現。你成日聽到嘅 NFT 其實都係加密貨幣代幣，佢哋就好似數碼版嘅擁有權證書，可以代表實體或者數碼藝術品嘅擁有權。NFT 只係代幣可以做到咗其中一樣嘢，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。例如有間叫 Circle 嘅公司，佢哋發行咗一隻叫 USDC 嘅加密貨幣代幣。USDC 係完全由真實美金作為後盾，即係話每一個流通緊嘅 USDC Circle 都會喺銀行有1蚊美金作為支持。你可以俾美金佢哋去換 USDC， 亦都可以用 USDC 換翻美金。另一間叫 Paxos 嘅公司就發行咗一隻叫 PaxG 嘅加密貨幣代幣。每一個 PaxG 代幣都係由倫敦保險庫入邊1安士黃金作為後盾，你可以用 PaxG 代幣換翻真實嘅實體黃金或者美金。最正嘅係 Circle 同 Paxos 喺美國都係完全受監管，而且定期接受審計，確保佢哋有足夠嘅儲備去支持佢哋嘅代幣。咁樣嘅安全性，你覺得點啊？講開安全，其實最重要記住，加密貨幣代幣入邊好多都只係騙局。